行過幾條街之後，就到咗二拉巷啦。相傳喺石礦繁盛嘅年代，有個富商咧就買咗呢條巷俾佢嘅側室用嚟收租，於是咧就有咗二拉巷呢個稱呼啦。旁邊咧仲有一條三拉巷添。呢啲地名聽起身有一啲戲謔同埋市井氣息，都難怪會成為遊客必到嘅打卡點啦。呢條巷其實唔算長，兩邊大多數都係售賣紀念品、裝飾品、小食嘅商鋪，冷飲、雪糕、手信、鎖匙扣。坦白嚟講，呢度並冇太多令人驚喜嘅內容，佢更似係一段被重新包裝過嘅舊空間，乾淨熱鬧，但略顯同質化。不過我亦理解點解遊客仍然願意前赴後繼咁樣嚟到呢一度。有時一個有故事嘅名字本身就足以令人產生想像，大家未必真係喺度尋找嗰段歷史，而係喺度尋找一種同過去擦肩而過嘅感覺。